主席，我嘅發言呢係支持吳錦華議員關於制定策略性嘅稅制，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嘅議案嘅。吳議員呢頭先好似提到呢，就話呢就策略性嘅稅制唔係話收得多就叻，我嘅意思呢，佢就話呢收得精、收得啱就更加好。咁啊俗語有話啦，就係小財唔出就大財唔入啦。咁所以我覺得呢，我哋喺香港，我哋即係呢個稅制嘅優化嘅期間呢，應該諗下有啲咩地方就係合理地去收少啲，咁啊吸引到更多嘅企業嚟到香港呢，去俾多啲呢個就業機會啊，咁多啲帶動多啲經濟嘅。咁喺國家嘅層面，當然國家就推動緊6個新興產業同埋6個未來產業啦。咁我就着呢啲呢12個產業啦，或者其他大家頭先提及嘅大宗商品交易啊、黃金啊、其他嘅產業咧，我覺得咧，我哋應該諗下對症下藥，去點樣吸引到佢哋嚟用更優惠嘅稅制。當然香港嘅稅制已經好低咁亦都提供個好可預期性嘅營商環境。譬如如果我哋吸引啲新興嘅產業，包括人工智能有關嘅產業啦，嚟香港落戶咧，我覺得香港可以考慮去擴大我哋嗰個專利盒嗰個稅制啦，咁啊更加將有關嘅知識產權相關嘅利潤嘅稅收去合理地降低啦，咁啊針對 AI 或者係科技研發或者我哋大家講緊腦機接口呢啲新嘅一啲開支咧，重要嘅開支咧，可唔可以有個更大嘅一個超額嘅扣稅？即係譬如如果佢投資100蚊去做一個呢方面嘅研發，咁我哋會唔會係當佢已經使咗150蚊或者200蚊咁啊當佢計數嗰陣時咧，計稅嗰陣時咧有呢啲嘅優惠，咁亦都幫助更多做一個區域經濟，用香港做佢區域總部嘅有關嘅我哋目標嘅企業啦嘅可以提供更優惠嘅稅制啦。咁喺擴大研發嘅扣稅方面啦，咁我注意到其實我哋都話香港研發內地轉化咁大家講好多善用大灣區。咁但係當我哋咁樣做咧，有啲企業咧喺兩邊都做研發，兩邊都要花錢咁稅制上咧，我哋跨境合作嗰啲項目有冇啲可以幫佢哋諗前啲幫佢稅制上唔好兩邊冇必要地俾多咗咁樣啦。咁另外吳錦華議員都提及到啦，香港未有一個法定嘅企業挽救嘅機制咁我好認同吳議員嘅呢個方向咁因為咧冇一個好嘅機制咧，會影響到企業留喺香港嘅信心啦，亦都已經削弱緊本港嘅國際競爭力嘅排名嘅。我特別想提到，譬如有個修訂案係陳議員另外嘅陳議員提及啦，我覺得我哋係真係要顧及多方嘅利益嘅情況下咧，先至好好嘅落實推進法定嘅企業嘅挽救機制。大家關注嘅咧，其中一樣咧，當然係僱員。香港好多僱員啦，大家好多打工仔，我哋都打工好多年。我哋嘅權益喺企業挽救程序中咧，會唔會獲得充分嘅保障嘅？咁根據2020年嘅條例草案咧，其實咧公司如果面臨監管開始嗰陣時咧，仲係欠僱員未支付嘅應得嘅款項咧，係其實可以分3個階段咧去支付。如果唔能夠按呢個時間裏邊可以支付俾啲員工咧，員工咧係唔再受呢個暫緩令嘅約束，係可以向法院去申請清盤呢個公司嘅。亦都從而觸發到破險基金可以發放特惠嘅款項。所以總言之咧，企業挽救嘅程序建立係有助保障所有嘅持份者、所有嘅僱員嘅權益，咁去維持、去鞏固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嘅競爭力。咁我懇請政府把握時機，盡快做好立法嘅工作。主席，我謹此致辭，支持吳錦華議員嘅議案。多謝。